各位友誼人，你哋好！今日係2月8號，我講你聽嘅視頻，我係華先生。今日咧3年嘅11場賽事係3泥8草。我先講第4場4班1200米泥地。1號顯勝高息，成一場咧初跑泥地，一檔好位跟前守住好位跑，最後尾咧6隻馬衝線係跑第2嘅，可惜贏到啊！但呢次都係咩頂磅嘅喎。當咪有啲馬去搶放啲錢，咁啊加上嘅對手都唔弱㗎而家，所以機會都係問啲咯。我認為都係3-3-4-4啦。2號遙遙日醒58分評分咧冇優勢嘅，咩重磅9檔位差，加上連拼體力未必足夠應付，不要為妙。3號伶俐飄區56分評分冇優勢，跑得密咩重磅12檔位差，不利條件存在。機會大打折扣。4號龍之邦跑咗6次，走勢極差，11檔位差，繼續以賽代操。7號大番薯127磅，成場跑得差，52分評分可能冇優勢啦。咁啊，除非馬再進步咯，因為佢都係第2季啫嘛。如果呢場馬都係馬同佢鬥搶放嘅，所以會燒佢嘅機會，我諗都係微㗎啦。10號超智多寶。近2次走勢普通，繼續跑下先咯。11號金玉良緣配備變動，隨羊毛面曲戴眼罩，狀態嚟咗，但係初跑泥地10檔位差，機會大打折扣。你哋留意呢隻馬，因為我睇佢次跑泥地都係有啲走勢，但係咧唔知點解跑即係上次跑即係幾次跑草地啊，有啲走勢啊。咁啊，但係呢次跑泥地喎。不過檔位差，所以睇落飛臨場。因為呢隻馬如果得嘅話，有翻喺手嘅話咧，佢會落飛嘅。咁啊，而家唔會揀佢啦嚇。12號起舞飛飛，近2次泥地有票數㗎，5倍幾、9倍幾。咁啊，2次都平均輸兩三個馬位嘅，走勢咧普普通啲咯。即係可能質素唔係想像中咁高，繼續以賽代操咯。第4場順序啊，8號博愛先鋒，9號花果猴王，5號富心星，6號幸運勝利。第6場4班1200米草地，1號遨遊波士，呢組有馬同佢鬥搶放，佢要放頭走呢個馬，加上而家係孭134磅，係12檔位差，擺潘頓騎我都認為機會大打折扣嘅。2號標珠浩瀚，成場初跑。參與競賽啊，即係第一次參與競賽就係4歲自購買，守好位跟前跑，最後得第2，爭啲爆冷，有啲可惜嘅，好似16倍㗎。今次對嘅對手多咗啦，即係意思係強咗啦，個對手又多咗啦。咁加上第2次出賽隨時並發症嘅喎，咁啊小心為妙嘅。5號豐功偉績，上季尾新馬賽贏咗之後，偏班。跑咗6次，即係應該咁多跑嘅，都係6次啊。走勢係算差嘅，佢轉泥地試下咯，但係佢咩磅129磅，唔係好着數啫。對成爭6磅4磅，對下佢係人哋幾磅咁子，11檔位差，所以機會談唔上咯。7號虎狼好友上場放翻嚟贏咗，都幾搏㗎上場，即係拼得幾盡㗎。但係呢次係孭多10磅喎，跑完仲要瘦咗25磅，係好係壞，你哋要諗啦。加上隔14日再跑。不利嘅因素存在，不要為妙。9號龍奧玲羅上場力拼跑第3，隔14日再跑，對手增強咗，機會微。10號爭王上場守好位，跟前跑，最後尾跑第3，負個幾馬位，唔叻，隔14日再跑，體力未必足夠應付。我認為呢場對手都幾強嘅，所以都係唔要佢。11號花香熱明跑咗4次，毫無走勢。繼續跑下先啦。12號風采人生120磅，隔14日再跑，10檔位差，減1分去落班，你會點諗啊？我認為都係觀望啦，係咪？咁啊，第6場順序啦，6號中橫大興，8號家家有福，3號北地列打，4號言之有理。第10場3班1400米，1號至尊高超咩頂磅？連跑4次啊，即係135磅跑去4次㗎，咁啊都冇贏唔到。但係
對於千零磅馬仔係極之不利嘅，不以為了啦。3號同心同忙，外國跑咗11次好似，呢啲馬有機會早熟早產㗎。試咗幾個大閘，冇咩特別好走勢，講真，長途馬開氣性質咯，我認為。5號行運風采125磅，跑咗3次，走勢可以，增程隔14日，14檔位差，考驗大。強組啊，佢對住強組喎，機會我認為不在咯。6號巴閉仔評分就回落到69分，比佢贏馬時候低2分，可惜對住強組機會彈唔醒嘅，因為佢始終係7歲好似。7號見飛星跑咗3次，毫無走勢，加上13檔位差，咁啊機會都不在啦，係嘛？9號百威多贏成場放翻嚟跑第5，負個幾馬位唔叻，今次有馬同佢鬥搶放9檔位差，成場就8檔，咁呢次仲差啲，差多1檔係咪？咁啊機會我都談唔醒咯。11號家傳之寶跑咗2次，毫無走勢，繼續以賽代操。12號銀光奔騰117磅跑咗5次，毫無走勢，冇嘢評論，繼續等佢跑下先係咪？13號君子成場咧一檔放頭，但係冇咩走勢㗎，好快斷㗎，所以我覺得佢走勢線差啊。隔20日再跑，12檔位差，可唔可以變身呢？你認為？我就睇唔得啦。14號定數116磅，8月尾咧就流鼻血嘅，咁啊11檔位差，加上減多1分去落班，你係練馬師會點諗啊？係咪流個鼻嘅馬？咁啊，我認為呢啲馬都可以唔要嘅。第10場順序啦，10號紫荊拼搏，8號雙星報喜，2號嘉應奇兵，4號會當凌。第11場3班1800米，2號華里茲7歲馬啦，能力見盡，落班面對側身狀態跑起嘅馬蝕底啲嘅，講真，因為佢11檔位差，削弱機會咯。3號行運派彩76分，冇優勢，對手增強，加上13檔位差，不利條件存在，不要為妙。4號一定超，贏咗之後連跑2次1600米，走勢普通，都要輸每次輸2-3個馬位嘅。佢隔14日再跑，仲要真情，係咪？對手又唔弱，咪考驗大咯。潘頓騎得我認為都係3344嘅咋。5號有熒光，上場爭啲爆冷，跑第2，可惜今次係真情隔2日再跑，考驗大，加上對手又唔弱，機會又微啲咯，睇佢。6號升價72分，評分冇優勢。咁啊，季初贏咗嘅係跑馬地潘頓騎，咁啊呢家轉咗倉喎，喂贏咗喺呢個廖康銘，而家轉倉去蘇慧賢，肯定啲馬有問題啦，係咪？不要為妙啊！7號發財先鋒，今季啊佢真係叻喎，有3個大沙，1個第一，唉冇忘記啊8歲老馬啦已經。不過而家隔11日再跑喎，睇嚟係一個好大疑問嚟嘅，因為對手都同你跑起啊嘛，有咩輕磅對手，所以不以為妙。8號火焰閃躍120磅69分，評分冇優勢，面對側身狀態跑起嘅馬咧係蝕底啲嘅，我都係唔揀佢。10號子神之星初7走勢可以㗎，佢真情好嘅，但對手唔弱，除非佢手上有分啦。咁啊，所以呢啲馬啦要睇立場冇飛咯，如果落飛就跟進佢。而家我就唔會揀佢嘅。11號風神67分，評分冇優勢啦，由季初不過季中啦，對手狀態跑起，佢需要回氣嘅，加上14檔位差，肯定唔要佢啦我。咁啊14號智多多寶115磅，佢3班係冇隻數嘅。咁啊，等佢落班先諗啦，係嘛？呢啲馬佢可以落班跑嘅，但係佢唔落班跑喎。咁啊，由得佢啦，都係唔要佢。第11場咧就係呢個順序啦。9號榮進大道，13號細水長流，12號包裝戰士，1號桃花開。今日咧我揀呢個值得投資嘅係呢個大陸場，未有表現㗎，
跑咗幾次快活谷㗎，千二呢次翻沙田跑㗎，我認為佢孭128磅冇蝕底嘅，對手磅贏佢，下低個磅同佢冇咩分別，爭1-2磅，2-3磅都冇所謂，孭輕磅嗰啲啊，就係都唔夠佢，係咪先？我認為，所以咧呢個馬咧可以買1邊4批，就係大路斜嘅6號中華大興。另外咧就提供2乘3個 win， 2乘1個 pay， 就揀咗第4場泥地嘅嚇8號速程跑嘅博愛先鋒。咁啊呢隻馬今季跑到而家狀態嚟咗㗎啦，夠唔夠呢個分可以贏啊速程跑，就係要睇個騎師跑啦。我相信狀態已經係好 fit 㗎啦。咁啊呢次唔搏幾時搏啊？第10場咧10號馬又係㗎，呢隻馬狀態嚟咗㗎啦。咁啊操起咗，咁啊孭個磅又着數，咁啊順利嘅話，即係冇咩意外，我諗佢都係贏㗎啦。呢隻馬後醒嚇，咁啊呢個10號子已經拼搏，所以你哋可以啱嘅，咁啊試下咯，買下咯自己3隻馬村民都得㗎。呢次我都有啲信心啊呢次。咁啊祝各位有緣人啊 Win Q 齊中，多謝你哋收睇。各位有緣人，我想講啦，我啲視頻即係講咁耐啦，我由季初到而家我哋嘅提供，如果每次買3重彩，每次買4重彩，到今時今日你贏大錢。但係我成日都俾啲馬，即係可能我俾10次你哋嘅提供4場連贏位，可能有10次你哋跑咗，有7次係跑出嚟嘅，即係有醒名嘅，跑連贏位出嚟嘅。咁啊最多1次半次係冇嘅。即係按比例7次有1次冇啦，平均你又睇翻我記錄。但係點解啲人越睇越少嘅？我都唔明。咁啊搞到我自己都有時覺得，喂，好似灰心啲喎。我係咪先？你哋都俾啲支持我，等我更加努力，更加細心分析。始終揀馬係要講咩㗎？分析唔係單睇數據，唔係單靠電腦計飛。計數嘅電腦啊，唔係㗎，仲要睇埋練馬師、騎師嘅心態㗎、佈置㗎，同埋騎師之間嘅攞馬騎嘅好多嘢因素嘅。咁所以咧，希望大家多啲支持，幫我傳俾啲有緣人，傳俾啲朋友睇，等我哋嘅視頻多啲人睇，等我更加有努力，更加開心，係咪去做得更加好俾你哋？多謝你各位有緣人啦，多謝。